换来看民进党这边，民进党的党主席杜英台讲，民进党已经推出上强的候选人，目标就是2020蔡总统竞选连任。另外，今仔日有2位太阳花学院出身的青年来加入到民进党，一个是林辉环来接民进党的副秘书长，一个是卢嘉华，伊是接民进党政策对外小组。时代力量的立委洪志阳讲，为什么这个少年人无选择加入时代力量，是加入民进党呢？伊感觉有一点遗憾。终于出现。哎，怎么样？来，是威胁还是什么？2020总统大选，国民党确定是韩国瑜，民进党安怎看？基本上，他们这个是一场势不均力不敌的一个民调了哈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们选出最强的候选人，我也希望国民党选出最理想的候选人。观想胜出民进党已经就正大位置，找太阳花学院领袖林辉环接任副秘书长。同款是学院出身的卢嘉华是接掌新成立的政策对外小组。我会全力以赴完成这项工作，和大家一起打赢2020的选战。政策跟议题的讨论，这些对话、这些对焦的工作，也必须进入到政党政治的运作过程。但是过去林辉环一向甲时代力量关系密切，佮到处批评过民进党，即马要接掌民进党内重要干部，洪志阳感觉遗憾。当然，我会有一点遗憾，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没有选择加入时代力量而加入民进党？我今天所选择加入民进党，在此时此刻这个时间点，就如我刚刚所讲的，我们面对的不只是2020的选战，也包括下一个4年在执政上面如何重新回应社会的期待。民进党重用林辉环争取少年人的支持，同时嘛选举8月份要下一波重要人事布局。到底新社党在2020选战中发挥新世代力量，大家关注。